这个位置真的，先吹一下。对啊，不会很困难、啊。对啊，好问题了，这应该明年度要编起来，明年度要把这个编起来。这台冷气我觉得还蛮重要的。
兄弟姊妹平安。主日是咱上喜爱的日子，因为咱通伫这个日子，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咱来到伊的面前敬拜而乐，也搁要领受伊最最，互咱的真理，互咱的倚靠甲帮助，互咱定心得到快乐。咱来唱圣诗141首，圣诗141首，耶稣做咱牧者。咱来吟第1节、第3节、第4节。耶稣做咱牧者，故咱拢无害。抱伫伊的胸前，真安稳自在。咱应该着第一，我可以传路，无论经过旷野，还是踮草坡。第3节。耶稣做咱牧者，为着羊来死，用所流的宝血，随羊搁牵去。大家有记号，是牧者看伊，答有主的宽恕。就像伊本是第4节，耶稣做咱牧者，可以手保护，豺狼虽然结罪，羊群伊照顾，经过心山谷，真通行，咱着好大真正，第一稳当赢。咱过来看475首，475首，耶和华我坚固石盘。咱来吟第1节甲第3节。耶和华我坚固石盘，帮助我，可做快大保护所在，扶持我，世上危险若阵风雨，必必承受达时保护。点你心的安稳照顾，永保护。第3节，世上亲像云雾暗暝，看山伊天黑天光清早的时，夜一日，迄时也无去风影，祝愿平安活得太平，大声学落伫主面前，永无停。请咱闭眼心来礼拜。
恁着感谢耶和华，求叫伊的名，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，着恩伊因诗，因手歌舞乐。但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，着因为伊的性命来夸口。找耶和华的人，心内着欢喜。着求耶和华甲伊的权能，常常找紧伊的面。来因信诗，信诗第141首，耶稣做咱牧者。信诗第141首，耶稣做咱牧者。咱起立来因全首。这是咱犹原徛咧来监读新的诫命，请恁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恁的上帝。这条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个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因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相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相听。恁若相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咱来交读课文，今日要交读的课文第28篇。课文第28篇，是对诗篇139篇来的。我来刻，恁来印。耶和华，你已经监察我、捌我。我坐落去，我徛起来，你拢知。你对远远知我的念头。我行路，我倒伫眠床，你常常细知。
我一切所行的，你也清知。耶和华，我嘴所讲的话，你无一句毋知。你伫我的前后围我，画手伫我的顶面，怎款的财物奇妙，我袂会佚佗。真款我袂话到。我要去倒落闪避你的神，我要走去倒落闪避你的面。我若上天，你伫遐；我若困伫阴间，你也伫遐。我若天开清早的时，飞到海的极头来徛起。就若伫遐，你的手也要引带我。你的正手也要牵我。我若讲黑暗要野看我，过四围的光要变做暗暝。就黑暗也袂野看我，互你无看见。黑暗面亲像日时发光。黑暗甲光明，伫你看拢是一样。上帝啊，你的意思对伫我到遮宝贝。遐的少爷到遮多，我若要算伊，比海沙较多。我困精神的时，犹原甲你相隔伫地。上帝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我的心思，试验我，知我的意思，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。带我行永活的路。咱同心额头来祈祷。亲爱的父上帝，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，真心是来敬拜阿罗你，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阿爸爸，你统管一切，阮的生活、动作甲快乐拢在伫你。愿万民向你跪拜，万口向你承认。主啊，阮亲送你，你配得所有的荣耀。你为着疼，道成肉身，受苦背命。你的死救阮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无搁受罪恶的捆绑，互阮得到真正的自由。你配得阮一生的敬拜。主啊，阮阿罗你，因为你做阮随时的帮站甲避难所。我靠你的人拢是有福的。我要尊重你的性命到永远，奉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学罗，今仔日要学罗的歌是《耶稣是永活石盘》。
圣经，今仔日圣经记载伫箴言第18章第1节到第12节。箴言18章第1节到第12节。家己分别是求伊所喜爱，搁痛恨一切真诶智慧。狂人无欢喜名利，独独爱显明伊诶心意。歹人来，藐视也对伊来；见笑教，人又甲伊教。人喙内诶话，亲像清诶水；智慧诶水泉，亲像底流诶溪水。体听歹人诶真面，判断来冤枉义人，拢是毋好。王人开喙就起冤家，伊诶喙是叫人拍；戆人诶喙是伊诶败物，伊诶喙唇是伊诶灵魂诶罗网。乌话人诶言语，亲像好食诶物，侵入人诶腹内。做工算刑诶，甲残害诶做兄弟。耶和华诶名是坚固诶台。伊诶人行入去就得到安稳。好野人诶财物是伊诶坚固诶城，照伊拍算是亲像悬诶墙。败坏诶大心，人诶心是骄傲；尊贵诶头前是谦卑。进度，今日要进度诶题目是耶和华我坚固石盘。咱将时间交志美牧师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你是阮坚固石盘，是阮逃闪的所在。虽然有时大海风涌是遐尼啊大，总是因为主。你是阮坚固石盘，阮秘伫你十股的庇荫下，阮就得到坚定，阮就得到保护、帮衬甲供应。主，你的疼遐尼大，你的疼充满世间。主，你是永远的石盘，是安全的要塞。主，恳求主你继续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，互阮会当借着你的话语，借着主你阮的启示。互阮会当搁较深认捌你，搁较深来倚靠你，互阮的信心拿加添，阮的望搁较广阔。愿咱的感谢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顶礼拜牧师和青少年团课去参加夏令营，即摆的夏令营较特别，伊是参与伫一个桃园青年体验园区。他们有许多就是一些给青年一些体验设备，一寡设备。我想今仔是大家若有注意，你行是电梯就会看到一寡海报吼，伊就有迄个相片，迄个体验活动的相片。伫1楼的公布栏也有遐体验活动的迄个相片。其中呢有一种设备，就是伊是2支条啊。吼，敢电火条安尼2支条啊，中有一根环的，就是一只 像 H 型安尼啦吼，2支条啊，中一根环的，也是差不多像大腿骨安尼遮尔粗的圆的迄个条安尼环的。这个设备呢就是为一边正边的这个条啊吼，敢若爬电火条啊，安尼爬起。爬到一个关度，它有一个小平台，然后对迄个平台呢，你就爱放手啊，你就爱放手，为遮行到遐，手拢爱放手哦，就手拢无物件通好划哦，你就爱为遮行到遐，啊，搁行到中，搁倒口转来行到中，啊，搁向下去安尼。啊，无所有伫遐看嘛吼。看的，我想讲，这我不爱去哩。我想讲，安尼惧高症好像会恐高啦，即摆我恐高，讲安尼，因为一个安尼爬起哩，我就安尼看大家安尼行去，行来，有的人嘛足惊的吼，有的少年嘛是足惊，因为迄个关度吼实在是无遐尼简单。
原本我是无准备要去的啊，总是吼伫遐徛伫遐安尼看到已经剩2个人，因为阮拢有去的人拢他都会帮我们先穿好装备，好，不管你要不要上去，他都先帮你穿好装备，所以一些安全设施都有做得很足够这样子。剩2个人的时阵，迄2个人啊就是辅导，因为辅导拢是爱等迄学员吼学生拢先去哩，辅导就最后才去哩。辅导是其中一个就定性嘛吼，过来就是我，吼定性当然无问题啊，伊就安尼爬去哩啊。等到我的时阵，大家讲牧师你要去哩无？一句话，我讲雄雄有一个感受，讲这是安全的无问题啦吼，它的安全设施真的是很到位，安全上没有问题啊。好啦，我嘛来试一摆看卖。哦，我就爬去哩哦，安尼爬个电火条，爬到一个平台遐，因为爬是为顶面看嘛，爬到迄个一个关道就开始停伫遐，开始为下对就很本能的会往下看，为下面看是哎哟，有够恐怖的，迄个关道骹就开始淡薄无啥力啊安尼吼，然后就开始深呼吸，吼，下对我魔术加油安尼，我就开始深呼吸调整。一边在深呼吸的时阵，我就一边在祈祷啦。我就祈祷讲，上帝啊，我知影吼，这是你爱我起来哦吼。我嘛知影这个安全设施非常的，就是没有问题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即马就是爱等什么？等我爱有信心，放手行出去。吼，因为阮中间也有一寡学员吼是安尼啊，学生是安尼，会跳啊嘛吼，安尼滑的。哦，要这个手要放毋放安尼吼，放者讲惊搁滑的，搁放搁滑的，几若摆，因为正就安尼看有个人安尼行，所以我愈看就愈惊呢。我着手一直滑迄个条啊，我手啊帮助我知影是安全的，我对这个安全的设施就有信心。总是我即马我有用我的行为，我会踏出去。这就是信心跟行为的配合啦。无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你较相信迄个物件是安全的嘛无效。咱若无迄个信心，咱若无迄个行为踏出去迄步吼，拢无效。上帝话甲我鼓励，讲无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安尼我就勇敢放手，吼踏出去。感谢上帝。伫今仔日所读的箴言第18章。有讲到2种人，即种人第1节，18章的第1节讲，家己分别的是求伊所喜爱，因即种人呢，痛恨一切真的智慧。家己分别的人是啥物意思呢？家己分别的意思，伊是一个孤单的人啦。其实伊就是一个孤单的人。伊虽然伫一大群的人的中间，总是伊家己分别，家己分别出，毋是分别做成的迄个分别咯。伊就家己分别出来。即种人只有顾家己的心意，求家己所喜爱。伊完全袂想讲家己的行为会造成别人一寡毋好的影响。即种人完全袂想讲家己的行为、家己的言语会造成别人真大的麻烦。伊若无用阮任何甲因无共款的想法。所以，即种就是咱今仔日第1节所讲的，家己分别的，毋是分别做成，是家己对人的中间分别出来，无顾别人，只有顾家己的这个意思，吼。11节呢，今仔日经文11节嘛有讲到一种人，就是和即种人的差不多。伊讲好野人的财物是伊坚固的城，是伊的保障，照伊拍算是亲像悬的墙。遮所讲，毋是讲好野人拢是分别的人，是讲有一寡人，有一寡好野人。好野人的中间呢，这个好野，毋是讲钱，若是讲钱财较侪，伊所有的迄个资源，拢会当诚做，会当讲做是好野人。好野人无啥无毋对，总是有一寡好野人呢，伊会感觉讲。伊一定有伊特别牛的所在，伊才会好野嘛。伊才会用，伊才有遐尼侪的资源压伫你的手，压伫伊的手。所以伊本身的成就，自然就证明
伊过去所想所做的一切拢是对的。啊，有一寡好野人呢，就是无爱受人约束，因为伊感觉伊拢是对的，伊所做拢是正确的，伊就无爱受人约束。伊也拒绝任何有道理的建议，所以伊就讲，遮就讲照伊拍算的，十一集就讲照伊拍算的，就亲像是悬的墙啊。伊种家己，他用他的资源把他整个这样子，好像是个高墙。你别人不要想要影响我，因为我所讲的，我所做的，我这个人就是对的啦。因为我的成就就证明我这个人是对的，所以恁拢莫想讲要来影响我。若袂去受到，嘛无爱受到别人的挑战。伊若无想讲，伊所行的一切，可能已经互人受到伤害。即种人就是拄则所讲的，伊虽然伊踮伫一群人的中间，总是伊也无法度甲别人诚心交陪啊。因为伊拢讲，伊掠做家己拢对啊。即款的人敢有法度和人诚心交陪？你拢爱听我的，因为我所讲的是对的。恁就爱照我安尼来行，因为我所行的拢是对的。所以即种人呢，就是一位家己分别、阁孤单的人。亚伯拉罕的侄儿，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，就是一位家己分别、阁孤单的人。咱知影，伊有养饲侪侪的情生，毋过遐个产业，却互伊变做是一个只有顾家己、求家己所喜爱。当亚伯拉罕提议讲，哎，咱的情生有够多啦吼，有够多，斗阵着起冤家，无安尼好啦，你拣一个所在。咱分开来饲咱家己的羊，咱拢知影路地做啥物选择嘛，对无？路地是选择迄个偌水偌好的所在，伊就做伊去。伊完全袂想讲我的阿叔咧，伊要安怎？伊完全袂想到别人的需要，伊就做伊来离开。今仔日的箴言除了讲到即种家己分别孤单的人，阁有一种人叫做戆人。第二十八章第20讲，戆人无欢喜明理，独爱显明伊的心意。戆人亲像孤单，迄个孤单家己分别孤单的人安尼，伊毋若掠家己做中心，拒绝智慧，伊阁会安怎咧？伊阁爱世界报用，爱讲人的言仔话。即种戆人吼，就是毋若拒绝智慧。阁爱世界报用讲人的言仔话，讲人会想讲大家吼一定拢爱足加善啦，一定足爱听的啦。我所讲的吼，别人一定足爱听的，嘛一定会认同我所讲的遐一切。我爱讲，就一定有人爱听，所以对因的喙会发出侪侪攻击，侪侪叫人起生气、怨愤，互人会感觉忧伤的话。今仔日的经文第六集嘛有讲到，戆人开喙就起冤家，伊的喙是叫人拍，意思是一直开喙啊，一直开喙就是惹起别人互相相拍的意思。伊无讲话无代志，一直讲话就惹起别人互相冤家相拍。戆人咧，戆人也常常用家己的有限去论断别人的想法甲动机。戆人其实讲起来嘛真平淡，戆人是一个真平淡的人，因为因袂去找，袂开时间去找，去确实某物人的想法，甲决定行为到底是因为什么？因平淡到袂去另外讲，某物人啊，你拄则讲迄话吼，迄就是讲你选择即种的做法咯。到底是因为安怎你会做即款的选择？伊就照伊所想的去推算，伊所看的，照伊所看，伊就去推算讲，迄个人一定是安怎搁安怎啦。然后伊就另外边仔的人讲，我甲你讲吼，迄个人吼就是安怎搁安怎啦，才会做迄个代志啦。伊就安尼世界报用去讲人的囡仔话啊。总是有时事实。往往毋是戆人所想的安尼。伫圣经内面嘛有记载一个大鼻的某，
就是扫罗的查某囝米甲。吼，当大卫迎旨约柜进入大卫城的时阵，大卫欢喜着跳，有无？伊真欢喜呀，着跳！伫街路众人众目睽睽，才着跳。总是米甲扫罗的查某囝，伊的某伫厝里为安尼看伊安尼跳，伊感觉安怎？伊感觉大卫的行为真毋通，伊感觉足无好诶。伊也感觉足见笑，你一位君王，你安尼跳，敢会看诶？敢会看？米甲就用家己的想法去判断、去论断大卫的行为，伊就甲伊轻看。结果咱知影，对迄碟大卫就无搁含伊清君，大卫就无搁含伊清君。所以咱知影，遐个无经过确认的想法，甲囡仔话，毋但诚做戆人伊家己性命的罗网，也诚做威胁社会和谐的暗坑啊。第七节有讲，戆人的喙是伊的拜物，伊的喙唇是伊灵魂的罗网。伫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，也是一定拒绝智慧，却爱世界报用论断别人的人。因的心中有上帝，也真敬虔，总是因和耶稣的温度完全无共款。因的敬虔是假，因心中有上帝，总是因拢无照上帝的心意，伊拢家己去想。因拢家己去想讲上帝意爱啥物，意爱啥物，总是因所想的拢毋是上帝意爱的。总是对因来讲，对因家己来讲，伊嘛是真敬虔，嘛是有上帝的人。法利赛人一直活伫家己所建立的迄个城墙的内面，就是像拄则所讲的好野人，对无？拄则所讲好野人，伊就是家己有资源，伊就家己所做所想的一切拢是对的。遐个法利赛人拒绝真的智慧，因拒绝耶稣，讲甲较坦白，因嘛是平淡啦。因无想要改变，也感觉无改变的必要。耶稣的问道毋是安尼呢？咱看福音书就知影，耶稣的问道定定私底下问耶稣讲：先生啊，你拄则讲迄是啥物意思？有无？门徒会去问，讲你迄讲迄个譬喻是啥物意思？你哪会要安尼行，无爱安尼行，是为什么？耶稣的门徒拢会去问，他们都会花时间去想办法找到真正的那个答案。咱诚做基督徒有真理的心踮伫咱的内面，有信心保会师，有信心的团契，互咱袂只有顾家己，也会顾别人。照讲，箴言第1节、第2節所講這個家己分別，迄才是戇人。這兩種人應該和咱基督徒無啥物關係。毋過佇基督的教會，猶原常常出現這兩種人。有的人猶原放縱私欲，對家己屬靈的性命操練上過平淡。雖然有信心，卻一直替家己找一寡無見證的行為，替家己找理由啊！一直在替家己找理由，因無法度，互人叫做是新創造的人。新酒應該是底佇新的批單，總是遐個平淡孤單的戇人，定定將新酒。新生命繼續底佇舊的批單內面，就算講已經受洗歸入基督，因若無將舊的批單換做是新的，就永遠無法度將過去遐個愚妄的想法甲行為提單掉。總是愛改變一寡錯誤的行為，首先就愛想到家己的身份已經無共款啦。我已經是基督徒啊！我已經是基督徒啊！無論我的身份是老爸、老母、老師，還是我是大老闆，還是我是員工，還是
无论我是身份是伫社会的身份是啥物，总是我有一个身份就是基督徒。虽然伫解旧换新的一开始吼，一寡咱会感觉足袂习惯的，咱可能伫改变一个行为的过程的中间，咱会感觉足袂习惯的，会感觉规身躯拢足碍约的。总是所有的习惯拢是对无习惯开始的，所有的习惯都是从不习惯开始养成的。譬如讲，顶礼拜我有听一寡姊妹在大家咧抬杠的过程就有讲到讲，咱结婚的时阵吼，称谓都会改变嘛。过去的人可能较无即种的问题，因为即摆拢是自由恋爱的时代，所以可能对方譬如讲，我和伊个牧师，我和因厝里的人，阮还袂结婚。阮熟识差不多5、6年才结婚，所以在5、6年的中间，我嘛是叫伊的爸爸叫阿叔，吼阿叔阿姨安尼，吼啊叫伊的兄哥，我们在同学的时候，我就叫名啦，吼猫咪人就叫名，直接叫名字安尼，叫甲真习惯哦。常常结婚的时阵要改口对无？哦，一改口吼，大家拢讲吼，一改口那个时候真怪啦！明明就毋是我的爸爸，我爱叫伊爸爸；明明毋是我的妈妈，我叫伊妈妈。吼，咱现在较民主，比较民主，较袂去硬性规定讲一定爱叫称谓。总是吼伫金门吼迄个所在吼，遐就是本来我叫伊大兄拢是叫名字嘛，因为我们在学生时代就认识的。常常要叫大兄、大嫂。哦，真正迄个叫袂出来呢。哦，常常迄个称谓叫袂出来，感觉足奇怪的。我毋知大家有即种的经历无？吼，啊，若亲像进前是那种比较媒人呐，吼，可能结婚之前彼此的家庭也不是很熟悉，可能嫁过去或娶进来，你就直接安尼叫，可能较无迄个，就是那个过程适应的过程会比较短一点。总是就是有的意思是，有的习惯可能一开始毋是遐尔啊惯习安尼叫，总是叫几若摆越叫会越顺口啦。吼，意思就是爱去练习啦，爱去练习。第8节、第9节，第8节、第9节讲，学话的人就是世界讲人囡仔话的人，因的言语亲像好食的米，侵入人的腹内。做工算刑的，这个牧师吼特别去看另外的翻译哦，吼我这个做工算刑的到底是啥物意思哦？我和伊个牧师拢啥物叫做做工算刑的？来，我即摆考试者，大家知影个做工算刑是啥物意思？雄雄安尼？哈？无认真做工吼，就无照起工工作的啦，吼。做工算刑的，就是无照起工认真工作的人，就是做工算刑的，甲残害的做兄弟，即种人就害着别人啦。意思讲，即种人就会害着别人。咱若无照起工换新的批大，咱已经受洗，成做基督徒的即个新的性命，总是咱若无照起工来换新的批大。咱即个互耶稣救赎的新的性命，也一定永远会糊甲规身躯拢是土粉。受洗迄当阵，新的清气的，总是咱的行为若无照起工去改旧换新，咱有的旧的习惯无去练习，咱属灵的性命若无去练习。魔鬼撒旦就永远会欺骗咱，互咱对基督的救恩产生犹豫。这犹豫什么？啊，信耶稣也无啥物改变啊。我信耶稣，进前信耶稣以后，我嘛共款啊。若共款，你着爱说你的，是你的问题，毋是耶稣救赎的问题呢。是你无爱改，你评断无要将旧的批断提弹掉。
即种人会定定会邀伊讲，啊是安怎？别人拢哇，足有见证的，别人拢有足有稳定的，啊是安怎？我拢无啊。败坏大心，人的心是骄傲。咱人上惊就是假使家己已经做到有够多啊，免阁努力拍算。咱若有得到一寡成就甲肯定，感觉啊，我无需要阁照起工去做啥物努力的时阵，我无需要去照起工去修正、去灌压，并单去超找真的智慧，并单操练家己。若是安尼，咱咱头前在长等的，一定是朽烂败坏的性命。第十节有讲，耶和华的名是坚固的台，记的人走入去就得到安稳。坚固台，佫称作悬台，迄才是石盘。当咱拄着攻击，坚固台会当提供安稳的保护，这是咱一般拢知影的。总是即个坚固的石盘，毋但会当固守咱，也会当安怎？会当供应秘伫遐的人一切的需要。它不只是消极被动的保护措施，它还可以积极的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无论是身躯边痛，还是腰饿，迄才是心灵的平静甲恢复。亲像行伫旷野以色列百姓，遐以色列百姓因为石盘出水，因伫身心灵拢得到满足甲安慰。耶和华是咱坚固的石盘，袂互咱闪避愚妄的言仔话，也会当保护咱袂受遮的伤害。箴言4章23节有讲，咱着保守家己的心，较赢保守一切。遐个想要攻击、伤害咱的话语，到底有智慧的人就一定会停止到遐为止，伊袂阁传落去啊。遐个囡仔话，所有的囡仔话对鱼缸是在，因为鱼缸无门嘛，无法度关起来嘛。咱的鱼缸就是无法度关起来啊，啥物声音拢会当都会进得来，都会听得到。总是呢，却无一定会侵入咱家己的腹内啊。所有的话，咱拢有听，总是无一定会侵入咱家己的腹内。因为咱属伫基督迄个智慧的心，是所有囡仔话的过滤器。我们属于基督的那一颗心，是所有那些八卦的过滤器。如果我们因为冰单，若是咱因为冰单无照起工换迄个滤芯，过滤器一定要像咱教会的迄个饮水机，迄个滤芯嘛爱照起工去换，你无换，就无法度阻挡迄个垃圾的物件。咱若无照起工去换咱的即个滤芯，就是咱无照起工去亲近上帝，无照起工去读上帝的话语，无照起工祈祷，咱就无法度阻挡，互遐个囡仔话听落来，也无法度阻止遐个愚妄的想法。毋过，咱若是有照起工替换迄个滤芯，常常用基督的心做心，用基督的智慧做智慧，就一定会恢复平静安稳的生活。伫耶和华坚固的石盘内面，毋但会当保护家己，也着爱固守别人。因为石盘会出水，石盘出水亲像智慧的水泉，上帝早就备办伫遐。上帝早就已经备办伫遐伫等待，听候咱借着信心，随时拢去领受。总是对伫愚妄、孤单的贫惰人，对于懒惰的人，对于不想花时间、不想不断操练生命的人来讲，对因来讲，因得伸手去摕，拢感觉无必要。他们连伸手茶都泡好了，但是他却连伸手去拿，他
他这个动作他都觉得就懒得去做。咱拢是对世界黑暗中互上帝救赎的人。即使你是自细汉，你就会当伫上帝的坚固石盘下面得到保护，伫父母的养育的下面得到真理的养饲，搁照起工去替换迄个滤芯。直到你目前的信仰性命是真紧，就会当阻挡遐个歹的物件，袂互遐个垃圾侵入你的腹内。伫基督内面徛在在，若是安尼，感谢主，总是咱的坚定，绝对毋是要用来指责、论断别人，毋是家己好啊，就感觉讲啊，迄气嫌别人讲，迄个人哪会阁是安尼？迄个人哪会拢无改变？咱的清气毋是用来去气嫌别人无清气，颠倒是爱亲像耶稣，成做教会甲社会的石盘。拄则咱所读的新的诫命，耶稣安怎疼咱，咱就爱安怎来疼别人，彼此相疼。咱若彼此相疼，众人就会看出咱是伊的学生。所以咱爱彼此相疼，毋是我家己好就好。所以咱就毋若保护别人，也供应因的需要，愿意陪别人加行一里路。所以咱就爱固守，保护遐个受到言语攻击的人，并且你若有听到什物囡仔话，你就爱颠倒爱甲迄个讲迄个囡仔话的人讲，毋通阁安尼啊！你若毋敢安尼直接甲伊讲，咱毋通，咱讲话吼毋通安尼。迄个人吼毋是你想的安尼啦，你着爱直接甲伊讲。你若无直接甲伊讲吼，至少你也莫阁为你的嘴阁传出去。我们至少要成为那个闸门呐、好，我们至少要成为那个闸门。咱爱去固守遐个受到可能会受到遐个囡仔话攻击的人，并且对伫遐扰停伫家己的世界，还无法度坚心决意、解句换心行向上帝的人，你爱诚做因的帮衬，你着爱随时伫原主所托付你的迄个园内面，我们的原主托付互咱的园是啥物？这就是咱的建成教会嘛。咱至少爱伫教会内面，迄才是团契内面，咱有发现已经受伤、受到囡仔话受伤的人，迄才是一直行袂出、一直无法度解句换生的人。咱爱细致搁甲伊灌压，互甲因保护，细致用温柔的心。用智慧，甲因修正，绝对毋是只有求家己的清幽好势，就想讲啊，迄种人吼离开嘛好啦，离开嘛好，毋是安尼，咱毋是安尼，无应该是安尼想。即使咱身躯的土粉受过高，伫成长的过程无有机会得到上帝的庇佑，可能就像牧师。30几岁才熟悉耶稣，我已经顾规身躯土粉顾30几冬啊，也无机会得到真理的养饲。不要紧，总是耶稣救赎世间人。可能是即种的性命，可能你伫成长的过程无机会得到真理的养饲。总是当你得到救赎了后，是毋是袂记着将旧的皮带摕单调换新呢？是毋是你犹原是踮伫一个愚戆佮孤单的迄个境况？若是安尼，袂要紧，嘛袂要紧，你阁有机会，因为耶稣还袂阁来。伫耶稣阁来之前，咱拢有机会。耶和华同款是咱坚固的石盘，伊的确会将谦卑。求主名的人高升，谦卑求主的名的人，耶稣的确要甲因高升，
因为即款的见证，那云彩围绕伫咱的身躯边，有侪侪神迹奇事，也拢发生伫遮的人的身上。伫路加福音有记载，一位有罪的负心人就是安尼，伊得到耶稣的赦免。耶稣讲，伊的侪侪的迄个罪，拢得到赦免，因为伊的疼真多。这位有罪的负心人，伊做了啥物？伊为着得到耶稣的疼，他毫无保留哦。他也愿意，他也敢于在众目睽睽之下行向耶稣。咱想讲，伊为门骹口、外口就开始行入去耶稣食饭的迄个所在。对伊出门就好啊，伊一出门就偌侪人的囡仔话，拢一直甲伊叫嚣，总是伊无管，伊就直直缀耶稣行去。所有的囡仔话已经无法度来影响伊，所有攻击的遐个话已经无法度甲伊有任何影响，因为迄当阵伊的目睭、伊的心内只有耶稣。伫迄当阵，伊的目睭、伊的心内只有耶稣。无论咱是自细汉就受到保庇，或者是一路跌跌撞撞，才归向耶稣。信主的人，所有信主的人，咱就问家己啊，咱已经有偌久无为着得到耶稣的疼，愿意亲像路加福音迄位有罪的负心人安尼，为着亲近耶稣毫无保留。这一两年，应该不止一两年了，2、3年了。我属伫社青团契的聚会，感觉真安慰的是，他们在社青这些年轻人哦，他们在团契里面，他们可以很坦白自己过去，也很坦白承认他们目前有一些生命的境况不那么 OK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因为没有人会讲囡仔话，也无人会甲因踢笑，大家颠倒互相鼓励、互相帮衬、彼此带动，毫无保留。我为了亲近耶稣，在我分享那个当下，我的眼里只有耶稣，我的心里只有耶稣，所以我唔惊别人会甲我讲什么话。因为遐个人若是有人会讲什么话，迄是伊的问题，伊要家己和耶稣，他要自己跟耶稣负责，他会自己去受到耶稣的审判。总是我袂使因为遮的物件就阻碍我亲近耶稣。咱对家己心上顶面要搁有留一寡的土粉。我们对我们自己生命上所残留的那一些尘埃、那一些脏污，我们是不是觉得很理所当然？有时想过习惯啊，就变做理所当然。咱就爱细致，遐世界保养的囡仔话，遐个无法度改变、无有见证的行为，咱有一寡旧的性命还未改旧换新的遐个旧的行为，无有见证的行为，一直拢在将咱对耶和华坚固的石盘的内面拖出来。这些言语、这些行为，一直把我们从坚固磐石里面拖出来，一直在攻击、动摇咱对上帝的信心。兄弟姊妹，直到现在，还有啥物无敬虔的习惯？甲行为是你还无法度改变的。咱常常讲软弱，总是咱毋通一直将软弱当作是藉口。阁有怎样的孤单、阁愚戆的朋友，常常在引诱你，互你看轻基督徒的身份，甚至互你无法度为主做见证，甚至是亵渎上帝的名。有啥物孤单、阁愚戆？拒绝智慧的朋友一直在甲你拖走、拖离耶稣的身躯边，咱就爱细致。耶和华是咱坚固的石盘，伫遐会当得到招庇的保护甲供应。特别是踮伫即种充满引诱甲
白插足侪白插的即个时代，咱着搁较积极、坚定，用真紧的速度爱走入去，用走的哦，爱走入去。即个坚固石盘，闪避对死威胁来火的箭，因为伫遐有公义的好行家，将一切囡仔话甲诽谤的话阻挡伫咱城门的外口。伫遐有智慧的水泉，供应咱的性命，不断解决换新的是一切的需要。有谦卑就有尊严，尊严绝对毋是自我感觉真好安尼叫做尊严。尊荣绝对不是自我感觉良好，搁较毋是用手的喊大声就有尊严，毋是安尼。上帝是咱坚固的石盘。伫遐，咱会当放心调养，放心得到医治。伫遐，咱会当学习彼此相听，互相接纳。当咱生命搁较坚定的时，毋通忽略身躯边，还搁在努力，迄才是还无看到家己需要调整的遐个肢体，咱着做伙伫耶稣的石盘的顶面来荣光主。谦卑，我靠伊，成做伊的欢喜。咱同心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是阮坚固的石盘，所以阮会当伫你的内面得到保护，得到安慰。主耶稣有时啊，阮爱讲人的囡仔话，有时啊，搁拒绝真的智慧。直到阮伫教会内面，有时会感觉即间教会，我有诶话、有诶分享，我毋敢讲，我毋敢开喙，因为我无安全感。主啊，恳求主你帮助阮建成教会所有诶兄弟姊妹，阮诶新诶酒拢会当缀伫新诶皮带内面。感谢主是阮坚固石盘，阮着专心致意走入去，伫迄内面得到安稳。也得到改变的气力，通解救换新，荣耀主的性命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这是咱来回应上帝的话，来因信诗第475首，耶和华我坚固石盘。信诗第475首，耶和华我坚固石盘。咱起立来因转首。耶和华我坚固石盘，帮助我，以最宽大保所在，扶持我，世上那阵风，主必伸手打是辅助，点你时的安稳照顾，愿保护，小细乡路有花最光，去撒伊，耶和华求你帮助我。亲在的时，也一日，彼时也无去风浪，使我平安为你太平，大小落地主面前，烟无停。真济，这是咱来奉献。
请奉献同伙的同工。咱起立因奉献诗歌。请坐。即时来进行公祷。公祷的事项记载伫旧簿内底。咱来为教会以上新传进信徒万民该祭司读经祈祷，为心服侍，彼此相听来祈祷。来，大祷的事项第一条。主耶和华是坚固的石盘，愿主扶持我，伫伊的内面，给阮智慧，坚定的脱去旧的皮带，换上新的皮带。为着肢体，咱来提名陈金子、刘慧英、陈王楠、洪甘之、陈德明、刘秋敏、陈丽水、胡艺梅、杜昭、丛秀荣。赖胜雄、陈义立、林以诺、洪英哲、孙兆正，为着复健中的刘慧忠、李碧莲、原田文子、林美金、李念之、叶秋霞、史凯华，以及化疗的黄静茹、陈怡君、李雅娜，还有呼吸训练的庄宝玉，咱来为因代祷。第三条，为着中南部山区因为风台的过境，搁拄着大雨，来造成迄中建的工程受阻，愿主来怜悯来帮咱，这是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阿伯伯上帝，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同心祈祷，愿你固守教会的脚步，
互阮所行的拢合你的心意。也恳求你看顾教会中年岁较大、甲身躯有病痛的兄弟，恳求你将你所赐的平安藏伫因的心内，甲生活当中。当即时，阮也要用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安尼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，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一气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报告的事项伫个周报内底拢有刊，咱来看。教会消息第1条，本主日一个牧师受托至李春生纪念教会，为着新竹的圣经学院来请安募款。第2条，9月2号拜六下晡2点召开小会，下晡3点半召开种子会，请种子留意。第3，社区关怀据点英法珠的好厝边，要伫9月4号要来开课，请为即个课程的顺利进行来代祷。第4， 9月10号中昼12点，教育部的讲座，主题是教会巡礼与都古今风情，讲员是蔡尚志长老。第5，教会奖学金开始接受申请，要到9月10号来截止啊。奖学金的发放办法，请参阅公布栏。第6，请各团契会长将第4季10月到12月的团契内容甲复赛排班，伫个9月17号交由干事来会诊。团契消息：本主日早起9点45分，青社团契有聚会，主理是杨秀雅老师，主题是沟通情绪管理课程。以上。上引信息第507首，因光归信爸上帝。咱起立来吟全首。上引了后，请牧师替咱教导。阮主要所祈祷的问题，天父上帝听痛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互恁众人拢会当美伫耶华坚固石盘，得到固守甲供应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
灭道避讳。